世界棒球经典赛明仔载起鼓，咱的国家队伫个 C 这组的预赛，第一战的对手就是澳洲，先发投手就是龙之子徐若曦。前国家队的练习生梁之子徐若曦，这几天伫咧牛棚拍拼练球，调整好状态，准备出战 WBC 开幕战。在练习赛跟在前面的练习，都把自己准备的差不多。那明天比赛，我觉得就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都拿出来，然后把第一场胜利拿下。选择洛基明天是首战先发投手，就代表他是我们关注到最好、准备最好的一个投手。那在以往他在整个大赛上面，他的一个在首战的时候，他出战的时候，他是最能够掌控整场的一个节奏的选手。国家队也派出最近状况上好的投手，用王牌先发来迎战澳洲。球评嘛认为Team Taiwan有被当随压力。第一场比赛如果拿下来，对中华队的气势一定会很有帮助，就像是在台北大巨蛋12强第一场比赛我们击败南韩一样。WBC 国家队拢总招16个投手，创下队数上悬，牛棚是传遍遍，不过打击的火力是互人烦恼。来看4组预赛对手伫咧官办热身赛表现，韩国队火力是真猛，金都英连2天拢开轰，安宪民、惠特科姆嘛拢有全垒打表现。日本铃木诚也大击红不让直接到5楼，吉田正尚嘛是拢无咧客气。澳洲队嘛轰2支，但都是Team Taiwan热身赛虽然是赢球，不过共的9支安打拢是短的一垒安打。打12强之前，其实也跟捷克的国家队，也跟其他的一些球队有打了一些热身赛，那个时候也呈现火力不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。能否点燃打线的火药库，将会是Team Taiwan的当务之急，当然也会成为台澳大战能否开红盘的关键因素。以上是吴任宇、苏云宽、林纯佩、江玉文台北、东京的采访报道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